所有開發商68平方最多做間2房俾你，但係呢個開發商咧實在太過分啦，足足做咗個3房，而且咧仲係大3房喎。你聽埋佢嘅交標之後啊，你更加驚奇啊！同埋呢度而家嘅總價只需要100萬多少少啫，20分鐘去翻拱北關口，真真正正嘅珠海新房啊！首先入門咧係一個厚重嘅裝甲大門咧，嚟啊入嚟睇下先。過翻嚟咧，門身後咧有3米長度嘅一個收納櫃同埋鞋櫃，足足係有8扇門嘅，全部都幫你做好晒嘅，標標準準嘅一個鞋櫃同埋收納櫃嘅。再感受下佢嘅走廊，一啲都唔逼仄嘅，做到足夠闊落嘅。入嚟睇下廚房，雙星盤、櫥櫃同埋3件套，全部都做好晒嘅。你睇下佢嘅顏色同埋成個一個材料嘅質感咧，都係做得相當唔錯嘅。背後咧可以放雙門嘅大雪櫃，68平方嘅大佬放雙門大雪櫃，係咪太過分啊？嗱，由呢一度所有全屋睇到嘅護牆板、背景牆都係一個交樓標準，唔使擔心白晒，自己又要設計又要做藝術漆啦。發展商幫你全部做好晒，見到嘅一模一樣。飯廳擺4人嘅餐台，感受下佢嘅空間，仲係相當充足嘅。已經幫你做好咗天花、中央空調交標嘅。呢一個客廳咧有3.5米嘅開間，電視背景牆同埋沙發背景牆全部都係一模一樣交標噶啦。出嚟睇下個景先，朝東嘅望湖景啊，由呢度2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拱北關口啊。呢一個樓盤而家呢一套呢一棟都係現樓，即買即交收，豪裝交標。入翻嚟睇下洗手間啊，68平方有咁闊嘅空間，你見過未啊？仲要配智能馬桶，做好晒鏡櫃啦。嗱，所有顏色咧都係做得比較靚嘅。而我哋客房同埋過道全部幫你油好晒藝術漆，你自己拎包入住就得啦。過翻嚟呢間房咧，嗱呢間房所見到嘅全部都送晒俾你。我哋嘅雙門衣櫃啦、書台啦、空調啦、吊櫃啦、1.5米嘅雙人床咧，通通都係交標，真係帶件衫就可以住入嚟啦。第二個客房啦，而家所見到嘅書台、我哋嘅牆以及呢度咧，仲有一個大衣櫃，仲加埋空調，全部都係交標。同樣係執件衫就可以搬入嚟啦，省時省錢省力啊！嗱，嚟翻主人房呢度，幫你做好咗2扇嘅大衣櫃，中央空調交標嘅。成個空間咧都有10個平方嘅3邊落床位，一面嘅大玻璃窗，望住無遮擋嘅湖景，仲可以睇到日出。而家嘅價錢啊，100萬出頭啫，月供啊4000零蚊啫，好過租房啊！落樓3分鐘，真真實實可以去到大型嘅商場睇電影、食飯、行街睇戲。15分鐘之內，幾間3甲醫院全部都係齊晒嘅。呢度好適合我哋嘅退休以及係養老。咁靚嘅68平方，而家咧仲有幾套嘅公底房，靚樓層 Jason 已經係列好咗啦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處撩，俾你睇下呢幾套樓層係咪你嘅心水樓盤呢？拜拜。